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呢来提供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第三篇一个主题是客话诗不灭，顺言顺记，课文一诗一语对照录音第25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也希望拜托众乡亲大家将本文一诗一语对照翻译的一个录音转传，众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安尼一个课文，谈讲在某一个暑假中，在高雄市有一位人家，上头将生意呢送去台北向亲戚家中度假，同时希望多学到位读书的生活。有一日，一位做阿妹的就将个小学4年生呢带到高雄市九一路来坐某一个巴士，就是讲盐机车啦，上台北。当一位做阿妹的将一位既精灵又聪明的小朋友送上的茶位，将伊应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好些以后，就本身呢，伊一家单人同埋一个人去台北了位。一位小阿哥坐在茶位肚里时，唔咩佢了解沿途路况嘅茶站，所以明白看到巴士要下高速公路来载人客嘅时间，总系会走到头前来问司机讲司机阿叔，台中到位嘛？安尼再三的问司机本一位小阿哥的问爱唔得，心肚里实在烦恼。一位小阿哥到位严厉的时节同样的又总来问司机阿叔讲司机阿叔，台中到位嘛？司機就講台中很貴人，台中到位危會喊唔要危會喊唔，因為小阿哥就聽嘅司機按好意嘅服務以後，就將茶位肚裏，就當時茶位肚裏也只有10個位人呢，空位相當的多。一個伊就選了2個無人座位面好勢一下就睡落覺當時茶肚裏的音樂也是台上有好聽，茶位的速度也是小滾當腳。當時嘅時節，台中也都好無人上茶下茶。佛山台中就過去一下將佢愛到豐原的時節，呢位司機能想到後背面嘅小阿哥技術伊要交代，第三咩交代，當位台中愛喊佢下茶。也下豐原要會到位咯，要轉頭唔得，讓到上是也個司機阿哥，一位小阿哥又係單人同埋一個人所以司機想到位一個豐原交流道時就慢慢的私下交流道。當巴士一個鹽機車在交流道腳下停好些以後呢，
司机甚至咩表示怀疑，向中理学讲啊，各位理学，咱们的怀疑，后背面各位写下个在严厉的时间要交代俺，多位台中市啊，我喊佢下查，但是俺一时冇投身，冇注意就填表迄个填表迄个含义，也下佢自家一类人呢，在后背面睡到咕咕个啊，希望拜托大家帮忙一下。本来翻头将一位写下个最近台中下查好嘛？拜托呢！当时查到你嘅银行谈嘅一团求情嘅话，好家在大家也系无赶时间咯。同时想到讲啊，也唔时间呢做调查，安尼有咩改好？所以安尼，大家就异口同声来答应自己嘅要求，将写下个最近台中起嘅。司机得到大家同意帮忙，心感到你非常的感谢大家，心情也是爽爽的，将茶位驶转到台中。经过两半点钟以后，嘅茶位就来到台中交流道脚下，司机将茶位停稳了以后，就再讲表示感谢大家嘅帮忙，同时非常有善理人的风度啊，行到写下个嘅座位上，轻轻嘅摇声嘅，也为写下个同时讲啊，写下个啊，台中到将下茶。安尼吧，当一位写下个对睡梦之中本司机喊响了以后，伊同时又谈到台中到台中到伊高兴到跳起来啊！同时台上写上的感谢司机阿叔，接着又台上写上的讲啊，也下线下台中到我可以依照我嘅妈妈嘅交代，开始可以吃饭嘞。他家来帮我抢，司机听嘅以后，启动外，咩个往喊去台中市，到台中市。去下查下，寫下個講啊，冇話，我常常去拜託到台中市同我講一聲，我係愛食亞美同我準備嘅片當好食，我唔咩愛下查，話唔看。我嘅鈔票也係出太多台幣了，經過也嘅寫下個高興要睇上嘅邊界以後，全查到你嘅人客啊，那都冇做噃，溜，讓我安生氣，至於時期見到面都反覆，可以。台中來回一兩次，啷個嚟點嗰種？但係數到查到你銀客嘅手上，也聽能大家拿出來，也就真像真係像台灣客家童謠所創嘅，愛叫愛拿，我是用錢談，那個道理。有一個小段故事，可以啲咧世上嘅事情。嗰度係不比平常嘅事情也係正當，所以做人做事方面，不得不多問一下，
咱唔會來害到自家，同時多共享世下，咱唔會來冤枉到他人家。各位鄉親大家講，唔講係冇嗬。所以一個睇到文章地圖裡冇清楚嘅所在啊，可以看本文。台灣客家電子報地圖裡本文有一共有26個嗬。同時呢，一個野雞草，關於個野雞草客家茶，嗰當然講個變成鹽雞茶，鹽雞鍋茶嘅安尼嗬。所以以上希望各位鄉親大家，有時間多聽下咧。你講多聽啊，就會曉得講久嘅就會流利，講話就會入味哦。再講到講啊，個白話文多看啦，看久嘅都實施哦。告訴人講實施哦，做實施，這個實施，同時會寫，所以希望俺哋嘅客家文化，真有辦法提高加深流利嘅來使用，嗬。以上感謝大家，神夢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